离总统大选只剩26天尔，这民进党指出讲，中国干涉大选的动作是愈来愈多，亲像是中国提早公布台湾100类的调查结果，也个立场真有可能接受中国招台积核旅游，涉嫌违反反渗透法。为了要防止境外势力介入台湾选举，法务部有修正检举贿选的要点，若是成功检举境外势力介入台湾选举者，这奖金上侪有到2000万。 离总统大选已经剩26天，民进党指出，中国干涉咱台湾选举的动作嘛愈来愈多。比如中国伫12月15提早公布调查结果，认定台湾对中国的贸易限制措施已经形成贸易壁垒。各有台北41位里长疑似接受中国的招台去旅游，涉嫌违反反渗透法，或检验约谈。 民进党竞选总部发言人戴伟山批评国民党拢唔敢徛伫台湾的立场批评中国，佮拍算要重新启动服务贸易协定，要甲台湾和中国经济继续合作伙。 他就是想要提前来影响台湾的选举，因为这个时机非常的敏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目的其实并不是为了要改善两岸的经贸关系哦。那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总是用这样的经济胁迫，想要来迫使台湾的人民来低头，改变台湾人民的选举的结果。 另外，愈接近选举，各政党拢在拼选票，其中少年家的选票嘛有真关键的影响力。现代少年家拢使用新媒体在吸收资讯，各界对中国运用网络媒体影响台湾选战的情势嘛真紧张。比如法国的第5电视台就拍纪录片，指出中国当地用 TikTok 来影响台湾自控制的总统大选。原来台湾的少年朋友对中国这个影音平台可能影响选举的情形是安怎看的？我觉得会耶，其实我爸也有在抖音嘛。 然后他就会在那上面看一些那个什么、他都跟我说那个中国的政治宣传就不要看就好。但是你就平常跟他聊天，你就会发现他其实真的蛮轻松的。会去看别人的分析吧，就是他们还有他们自己的政见发表。为着要防止境外势力介入台湾的选举，法务部已经修正鼓励检举贿选要点。 甲境外势力选举搅拌拢算入检举奖金的范围内，若是成功检举境外势力介入台湾选举，奖金上济2000万。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